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阿珊，欢迎收看12月1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日一度公车甲计程车司机优良驾驶表扬，成功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自颁奖。今年总共有18位得奖，其中唯一的女性是已经赛车28档的郭文莎。市长表示，这群优良驾驶已经唔那是安全将人客送到位，甚至阁是救人的天才甲观光大赛。成为社区最佳代言人。在种树公共运输的人员当中，今有8间节油的业者，18位优良驾驶拢已接受市长李梦燕颁奖肯定。每一位候选者都来至少3档内未当有任何事故，嘛需要通过严格评鉴甲考核。其中唯一女性，就是已经遭客车28档的郭文莎。伊强调，每一天会当开车服务，就是知足甲幸福，甚至也阁有机会救助受伤的过路人。比较自由自在，然后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客人，这样子，帮助别人。对，尤其是我就是学生那小孩啦，还是护士，对，我服务的顾客都比较属于女生的客户都比较喜欢找我，固定的客户比较多，这样。市长表示，这份稳奖都要将安全开车当作因的职业，甚至野外大型服务更成为观光大赛社区最佳代言人同款。公车跟计程车的驾驶，其实是多重的角色，不只是要安全的把市民送回这个目的地之外，那我想也包括肩负着包括这个观光的大使甚至有时候还要包括城市的导览的这个人员甚至必要说急难的时候还担任白衣天使救助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觉得好的优良的公车驾驶跟计程车驾驶，其实是可以带给市民非常温馨贴心的感受。每一位优秀得奖者的奉献甲付出，除了是辛苦过三顿，其实嘛是带动咱台南公共运输整体服务水准的优质文化。电新闻官及何朝光采访报道。为4当前，台南开始办理族群主流化论坛以后，就一步一步朝向推动委员会来努力，希望打造台南成为台湾族群的优先社区。下晡第一届委员在长副市长的受证之下，率先全国正式诞生。副市长张正元亲自甲第一届核选族群主流化推动委员会委员翕相，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不过却是担起尊重各族群价值，也是打造台湾族群优先文化的重要一步。张副市长表示，其实台南对4当前开始办理族群主流化论坛以后，5当来不断筹备，总算成立推动委员会，也是走伫全国上头前。那多元族群跟丰富的多样文化，也彰显台南市是一个文化首都，这个城市的一个魅力跟价值。那建构每一个族群的主体性，一直也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所努力的族群政策。族群主流化推动委员会的任务，我们也扮演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推动的一个里程碑在这边呢，我们台南也扮演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最后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推动委员会这个平台，能够打造台南市成为多元族群的文化首都。同时，我们也迈向了人权进步、族群和谐的国际城市。
伫礼拜会议当中，民族事委员会主委嘛向外界以及小界推动委员会组成甲任务，上界重要的希望市府伫制定政策时，嘛需要考量各族群的特性甲无同的需求。电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圣诞节将要来到，台南知名百货公司延续年年传统，为60儿童募一礼物。特别伫10号暗时举办公益观众加点灯活动，并由市长李梦燕以及集团董事长丁贵宾共同出席，甲现场参加的民众点灯欢度圣诞节。远东集团举办公益点灯的活动，结合国际狮子会第18分区台南分会来买着球鞋，并由来台湾访问的日本水上艇代表捐赠 T 恤。互里中心的150位的小朋友，互因伫咧冷冷的天气，嘛当感受到社会温暖。非常感谢远东集团徐董事长这样的热心，每年都在我们这边办圣诞的点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想让我们整个城市随着温度有一点寒意温度寒意，但是呢心中是非常的温暖。那整个城市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圣诞的气氛，那么各地都有圣诞的这个点灯哈。那么我们特别在远东这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点灯仪式更具有代表性。每年在这个圣诞节之前，我们举行这个点灯晚会，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小朋友、同学一起来。那么我们今年也做了一系列的捐款的运动，然后补足需求的这个捐赠。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点灯晚会。那么也表示远东百货、远东关系企业对台南的热情，对台南的认真这个关怀，我们更希望台南更成长的更快。除了温馨的关怀，另外重头戏就是点灯仪式。伫咧民众的倒数声当中，一丛圣诞树呈现出五彩光线，并且伫咧现场也野了济浪漫的雪花，让这场点灯晚会充满了欢乐甲感恩的气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好用都基金会连续7档发放救济金，予北门将军客家等地区亲寒家庭以及新族朋友。9号上午伫北门林安宫举办关怀活动，以回馈乡里的心，来帮助弱势族群。好用都基金会成立伫咧民国78年，由何宝明三兄弟为着要纪念爸爸何用都所成立的。20几年来，对着儿童、长者、身心障碍福利以及弱势团体等等的民众，持续的关心甲付出，并伫咧7档前开始发放冬令救济，予北门、将军、客家等等地区的弱势家庭，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今年总共517万，总共有2300个人受惠。我们用启智社会这个。服务社会启智社会服务社会，我们会继续这个活动，来帮忙这个社会需要我们救治的同胞，而且这个冬天啦让他们都买衣服、吃的，这个补身体。这个活动我们会继续下去希望这个抛砖引玉的想法，让社会的善心人士能够来关怀我们救治这个。弱势的这些比较需要我们帮忙的人，这7、8年来我的董事长伊是对这个关怀这个白弱势感觉足关心，拢做好我就去做，我就认真来做，我联络地方的资源公所来斗骹手，无遐侪人实在无法度，拢总2000几个2300几个人，若无。公所派人来斗骹手实在无法度，所以话讲较咱7个西港家里是咧，敢若用急难救助、救急无救病的，
但是你嘛爱考虑讲人，无法度人去遐做上远，啊嘛迄，所以我会当做，阮董事长若叫我做，我一定做。连续7档的观众，总共的金额高达2217万。侯宝明依照处之社会、用之社会、关怀故乡的心，用实际实际行动来关怀弱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国片《博太子》上午包括出品人以及演员甲工作人员来到西来庵进行开镜奉香大典，祈求拍片期间会当顺利平安，以及票房开出红盘。而这出电影有7成的画面拢是伫台南取景，该团队希望会当借此带动南部的电影产业。由知名电影公司以5000万打造的国片《博太子》，上午包括出品人、演员太保甲曲中恒，以及工作人员伫西来庵董事长曾正义、丁廖峰人员的协助之下，做伙进行开镜奉香大典，祈求伫拍片期间，所有的工作人员拢会当顺利平安。李苗峰对此也相当重视，认为选伫西来庵开镜有真重大意义。开镜咧。哦，求一个大吉大利，啊，咱这个西来庵，含这个大陆有这两化，有这两化文化交流安尼，吼，啊，所以这个阮本庙咧，吼，阮西来庵也非常重视咱台湾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文化，吼，啊，卡着这个吼咱两化文化交流安尼。这部电影以黑道来作为故事的背景，同时掺有笑诼的元素，用黑色喜剧的手法呈现。有7成的画面拢是伫台南取景。电影出品人杨春娥希望借此，让电影的产业慢慢转移到台南，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因认为借着影视文化，会当无分党派、无关政治，来带起两岸的交流。我们这一部片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是以一个，因为现在黑道的商业片太多，那因为电影具有教化的意义，那我们是希望就是从黑道把它有教化的意义，把它成为就是可以承接，把它转为正面的拍摄方法哈。台湾的国片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借由台湾的文化也传达到对岸，然后做两岸的一个很正面的交流，因为文化是没有政治色彩的。片中的主角太保甲曲中恒两位影帝，伫17档后再次合作，相信因厉害的演技加上精彩的剧情，让人对这部电影更是充满期待。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东洋五交文教基金会举办的交通安全在地竞赛，配合暗时伫成功大学举办总决赛，各校代表拢卖力演出，希望会当得到胜利，为学校争取公赢。第10届我最爱县交安在地竞赛，经过各校评选，由学生自行组队发挥创意，再由各校的第1名代表学校参加总决赛。每一位参赛学生拢用尽全力，将交通安全的知识以着舞蹈、戏剧等方式，要互大家来知影。
很高兴今天的决赛看到9所学校的队伍呢，都非常的用心与热情。这个活动呢，我最爱县已经举办第10年了，也10岁了。那我们希望呢，在今天有一个很美好的成果。那我也很期待看到同学的表现。那刚才在彩排的时候呢，我已经有偷偷看到今天有几个亮点。那待会我们就拭目以待。非常感谢我们东洋武高文教基金会办理高中职校园社团的这个交通安全的竞赛。那这个竞赛呢，对我们整个大台南的交通安全的宣导非常重要。我们台南大概1年大概平均有174个人因为车祸而死亡，然后每天大概发生60件到80件的受伤的车祸所以我们要呼吁这个青少年在车祸里面占70%。所以这种高中职有关这种交通安全宣导的竞赛可以让我们刚学会骑摩托车的这青少年知道这交通安全的常识。东洋武高文教基金会举办的“我最爱县”高安在地竞赛，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对当中学习到交通安全的重要，建立正确的道路安全观念。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一连串选举的消息。市长参选人颜顺泽10号伫桂林区林寿宫举行新丰区奥运会成立大会，奥运会长由深圳公司董事长郑宪德担任。活动中间佮邀请艺人王彩华、佮曹雅文等名星徛台相听，现场热闹滚滚。针对新丰区的各项建设，颜顺泽说明，伊是上届会当将赖清德市长的市政接甲上届好的人，因为伊有丰富的市政经验，对台南现况也是上届了解。亲像是高铁直营区、大台南会展中心、沙仑立林科学城、沙仑国际影城、中研院台南分院，还有交通大学、成功大学、中明大学这3个大学四周边的发展，颜顺泽拢相当的了解。未来若是伊主政，对着大台南的就业以及生活的利便，拢会有真大的提升。新丰区是咱过去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区域啦也是最近咱大台小朋友人口增加非常多这个所在。那么这个所在未来是咱台南市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所以我若当选了我会这个规人这个所在咱的智能智慧科学城，咱会继续来甲伊完成，佮包括咱的会展中心、甲小巨蛋包括李安的国际影视城我想这个所在未来甲市区、甲规个南区会变一个金三角所以我想这是我的重点。另外呢，两家呢，咱希望来规划变做一个咱的长寿村因为遐人口非常较老化，但是迄个所在呢，会当讲是这个风景非常水啦所以咱希望讲迄个所在变一个长寿村。那么咱认定这个所在我想咱过去有真好的这个历史啦有真好的建设，包括都会公园水灾的风地，咱会继续来处理。这个关庙呢，咱的大潭边非常水，大潭边环湖步道还未做完整，所以我若当选了我会呢将这个大潭边建设到适合人去遐散步休闲的一个好所在伫咧奥运会顶头，佮特别邀请到名星王彩华甲曹雅文现场演唱来炒热气氛。颜顺泽强调，担任市长不只爱正派，而且该坚持民主正义，呼吁选民一定要目睭闭紧，选择一个无爱名、无爱利，只爱坚持着台南正义使命的人。电话民调为支持颜顺泽。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市长参选人黄伟哲10号伫海淀路成立奥运会现场来了9万名民众相听。黄伟哲表示，家己已秉持正派的决心来参选，期盼乡亲会当全力支持。
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伫咧安南区的后援会现场闹得滚滚，除了侪政党议员，甚至有上万的民众来支持，场面盛大。安南区在台南来讲，它可以说是台南目前为止还有比较大的这个空间的腹地的地方，也是人口在这几年内有快速增长的这个幅度，可以看到安南区很多民众开始把这个人口往这个安南区集中。那这个安南区可能就像永康一样，以前在永康从2万人的小乡镇一下子变成20万人的中大型都市，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安南区将来也不排除会这样子。目前安南区已经是人口数是全台南第2大的，第1大是永康，那安南区急起直追的速度也很快，因此都市急剧发展的这个后果就是变成基础设施会不够，就会变成居住品质会下降，都市机能会不足，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要有几点来处理。第一点，要增加交通的运量跟容量。交通运量当然我们要希望说能从大众运输工具来着手，能够增加开公车的路线。第二个，道路因为人车的增加，道路也要增加。那安南区区内的道路还是相对的宽，因为经过好几次的重划的结果。但是安南区跟其他区的行政区的这个连接的部分，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的连接的桥梁可能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觉得是要从这方面来想办法。第三，当然安南区的水患是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容易因为地势低洼比较容易淹水，这部分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一些根本性的解决，希望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那最后当然是就业机会的开拓，我们希望说如果安南区的人能够在安南区就业，那下班回到安南区那是最好。那如果说安南区变成他必须在其他行政区，甚至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然后下班还要回到安南区，那不但增加了交通的时间，而且这个增加了交通的拥挤，也增加了这个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我们觉得如何能创造区内的就业机会，这点是大家可以努力的。黄伟哲表示，未来若是顺利主政以后的施政方针，将会以好生态、好生活、好生产这3生一体的目标，首先会依据着现有的水文条件，建构强化排水设备，互乡亲唔免惊会淹水。另外，伫咧第61线跨站门溪景观大桥完工通车以后，要借由台江大道、国道8号甲盐水溪北花环快道路来形成交通网络，促进各种资源的投资，带动整体产业的发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长参选人陈廷辉10号成立东区甲教育后援会，伫无观测坐镇以及动员游览车的情形之下，也是有超过5000位在地民众家己来到现场来进收听。争取民进党市长提名的立委陈廷辉10号成立东区以及教育后援会，虽然无邀请名册，但游园吸引了5000多名的民众到现场来支持，并且也有市议员詹顺良、蔡宏全、赖慧媛、曾玉珠以及前立委王庆仁出面来收听。陈廷辉表示，东区是文教区，伊要做上好的示范。强调未来若是主政，将会每一档来召开着教育顾问论坛，作为教育改革甲便利教育有算的依据，同时以着行动政府分站管理、分站复习来做好建设。未来，咱整个包括着咱的托育，包括教育对小学、中学到高中、大学，咱希望会当有一套制定，互咱所有。咱的少年朋友会当安心，包括咱的教育津贴、托育津贴，包括咱的未来，咱有一个平台，咱要伫你的教育甲就业当中，会当有一个好的环境甲好的姿态。我相信，伫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伫后礼拜，廷辉会推出廷辉的教育政策10大美景。廷辉会教着咱教育，咱的后援会做伙来推出10大美景，这就是廷辉对着教育的坚持。只要我做会到的，只要要开伫囡仔的身上，我绝对无第二句话，绝对嘛无求提的原则，嘛无求提的理由。所以我要讲，教育不能等。教育一定
要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点。前立委王庆南伫咧后援会当中，也向乡亲大力来推荐陈廷辉是做市长一个好人选。伊是一个女性，伊会徛伫老百姓上界需要、上界艰苦的所在去思考，市政免怎建设。所以咱的定位有10档的议员，有10档的立委这个经验历练都绝对有够。所以这摆拜托各位大家用一个新的想法，台南市爱有一个新的咱的查囝定位来做女性的市长，你讲好唔好？好。教育是每一位家长拢非常重视的课题。近期教育后援会团队也要提出10档的美景教育蓝图，针对小学、中学、大学设计配套措施。未来在教育甲就业之间来成立平台，带动台南整体发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好天，有时热温，温度17度到19度，然后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2月1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